喺中山有一個發展商，佢做到有3隻產品啊！呢度企嚟港珠澳大橋只需要30分鐘，170萬嘅大裝修嘅別墅，32萬大70年產權，帶埋收益託管㗎嚇，1,900蚊回報，仲有我哋嘅洋樓60萬860尺精裝嘅，依家我哋係睇下先。噔，為你揭曉就係呢一間啦，38個平方嘅樓下賣犬屎啊，好火爆啊，係70年產權㗎，帶埋精裝㗎，即係你可以理解一間酒店咁啊嚇，可以自住同埋投資啊，即係我哋好多客咧係買嚟投資啊，一次買幾間嚟收租，因為佢係磚頭啊，實在喺你手上啊，而且係一個回報率比較高嘅產品嚇。嗱，呢一間唔使60萬啊就可以攞到啦。呢個咧就係83個方，做到3房2廁2個露台啊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啦，但係空間 OK 嘅，又咁闊落。呢度係擺雪櫃㗎。呢度咧就係我哋一個生活嘅陽台啊，晾衫洗衣機啊就適喺呢個位置啦。呢個咧陽台咧係比一般嘅會大啲啦，你睇呢度啊。我哋另外3間房咧都係呢一片區啦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啦。嗱，呢個積數咧 O 唔 OK 啦？呢度咧生活咧就係非常之便捷嘅，因為我哋樓下就有呢個香港直通巴翻去嘅，樓下仲有市場啊，農貿市場都有我哋嘅1+1超市嘅，生活便利 OK 嘅，最緊要係價錢足夠筍啊，平啊嘛，靚正啊，3分鐘就可以起到港珠澳大橋啦，係咪好方便咧？嗱，記得揾我了解下啦，拜拜。